诈骗的广告满满是网络平台，煞是拢无防法。司法部的官员讲，无收到内政部的资料，又毋过刑事局是讲，因今年到3月为止，已经有通报撤掉超过38000条的广告。而且4月25嘛有函报行政院，讲所谓平台 Meta 有牵15条诈骗的广告，煞无公布这出钱的人，已经移请予司法部来采取。 亲自来甲被害人提钱，验过合规的警方早就传好设备抓人，看到人一出现就该抓起来。你现在涉嫌有诈欺案，你有劝告直接问。被害的4人的查某人甲车手已经面交过7遍，总共交予对方360万。台北市警方伫咧抓到车手了，也查出幕后的不法集团。 远赴高雄仁武区及屏东等处循线查获该诈骗集团，共计12名到案。被害人拢是互假投资骗去。 对 FB 的广告一步一步互对方砍入去，有立委关心诈骗广告这么多，拢无对网络广告平台业者处罚。内政部收集3月送数位部裁罚，那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裁罚判件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们都还没有收到内政部，还没有收到。我们是不敢跟 Meta、不敢跟 Google 这种大公司开刀，是不是？司法部是回应讲，到即嘛拢无收到内政部所收集提交的资料，但是刑事局是发声明。 澄清讲，伫今年到3月已经通报下架超过38000条广告，业者拢有限期完成。也伫4月25，甲 Meta 顶头刊登无讲到出自假资料的15条诈骗广告，函报予行政院，而且司法部采取。业者他号称都有说他们已经有做好 AI， 但是同样类型的一再的发现，政府端跟执法面看不到他们所谓的有做的努力了。 面对诈骗广告的问题，大桥诈骗中心表示，各大平台业者讲因有建立过滤机制，掩过一寡正港甚至同款的内容依然一直出现，希望业者会当更加积极主动处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